要做伙来看一段圣经，记载伫哥林多前书8章9节加13节。考着说你，毋通因为恁自由的行为，成做软弱的人信仰的阻碍。老人良心软弱，看到恁所谓有知识的人，伫偶像的庙内来食食，安尼，恁敢毋是在鼓励因食这偶像的面吗？安尼，这个软弱的信徒，嘛是基督为着已死的人，会因为恁的知识来辩驳。恁安尼做，是得罪恁的兄弟也是姊妹，伤害着因的良心，就是得罪基督。所以，若食面为互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，我绝对毋食这偶像的肉，才免互我的兄弟也是姊妹的信仰受阻碍。保罗对当时的信徒来苦劝，毋是因为家己有这知识，就会通自由来行，只教互遐软弱的人来受阻碍，也是来跋倒。虽然这偶像的面对人无任何的损害，因为一切拢是上帝所创造。对着有安尼知识的人，因的信心坚固，所以才敢去食这物件。总是对遐软弱的信徒，因无法度伫良心顶头来行过这的，所以当看知识的信徒去食的时，反倒转以后也烦恼。对着安尼，请咱敢有用咱的知识甲自由，互咱软弱的